好，送出去。稍等下哦。好，看到哈。好来，咱开始吼。5月23礼拜日，真热天气，微风对西方吹来吼。下晡长官阁下去 provincia， 伊阁对遐转来遮，因为迄座老的别庄吼，因为上述迄寡侪摆的地动吼，已经相当受到损害，但即寡损害抑阁会当用淡薄仔费用来甲伊修理好，因此伊阁下就伫遐特别下令来修理。敬拜上帝日子，有一只细只胖船对西奈海来到遮，坐12个查甫，载来600包的西奈薰草。5月24礼拜一，也是真热的天气，甲昨昏相像。昨日对淡水来到遮的迄3只载落坡来的胖船，甲所在的物件落来。阮又阁收到政务员 David Hartwell 对服务人寄来一张批，重要内容无多，其中提起讲，迄一角位仔也开始发生严重的饥荒，因此伊派人去登记伊的辖区内底所有村社的米的数量，以便以后知影要安怎安排。一旦严重欠缺粮食的时阵呢，将会照着各种办法用米来即个救济上有需要的人，安尼会当免导因逃往其他，就是会当避免因去逃往其他的所在去吼。因为因若一逃走，将会互教会工作甲政治的工作大即个混乱是啥？混乱。混乱要读啊！来，台日大词典。混乱是啥物？如苍苍吼。伊这啥？台日大词典修的词是参参如吼，参参如。咱讲如参参，参差吼，参差参差吼，参差。但是伫咧遮较适用的是啥物？是参参如啦吼。有一个词。真趣味，我毋捌听过，叫做翻巴离胶，叫做混乱掺杂翻巴离胶，毋捌听人讲过。另外啥，回离咯，就是混乱分袂清吼。伫这遮混乱应该是如参如啦吼，如参吼。我看觅，扰乱嘛会使啦吼。如吼，伊嘛有古字如字，江腔是字吼，啊是阮即个老船腔字吼，字就是混乱啦吼，或者是袂熟吼。例句比如讲，字加假。代志真如吼，心肝真如吼，这个混乱吼。日用，这是文言词，用文言词吼。日用就是混乱吼。另外是假药，形容
菇啦、糜啊等等水分较侪的款式，代志混乱甲无法度挽救个啦。教摇摇，我真正毋捌听人咧讲咧，足奇怪，这是看是足普遍的词，结果我拢毋捌听过吼。教摇摇，或者是教乐乐，教摇摇、教乐乐，含顶头迄个教摇摇甲教乐乐是共意思吼。交聊就是纠纷、混乱、交杂、交聊。离不离咧？讲话混乱无特殊，讲话讲甲离不离咧？哎哟，那遮尔一寡遮尔看应该是足通用的词，结果我拢毋捌听过。乱杂吼，乱杂就是混乱嘛吼，乱杂。散乱吼，大乱吼，哦，所以呢，讲因为因若一道走，将会互教会工作甲政治工作大乱吼，大为混乱的大乱，乱杂吼，乱糟糟，日长长吼，参参日吼。Hardware 请求温顺伊来遮一抓。以便就此事来和中华国下进一步来商讨。今仔日特派员叫做 Van Alphen 和 Pedro 带领秘书 Valentin 和迄个土地测量员去坐伫此地的公司的庭院里，收取阿姆斯特丹农区里的农地的土地证书。这毋知啥物代志哦，收取即个土地证书。5月25拜二，也是共款的天气，下晡吹来凉快西风甲西北风。迄寡特派员又搁为着上述的目的去坐伫迄个庭院里。庭院。26，5月26拜三。以前阮用告示通告新仔生意人，今仔日伫此地公司的仓库里要出卖一寡货物，所以今仔日上午就开始来卖，但是即敢若卖出40块空眼布，得到222盒，甲5担蜡，每一担卖42盒，安尼咋202盒？无人愿意用应该有的价数来买剩落来的抹布、尘、树木等等的物件，因此中华国下就结束拍卖吼。有一只属伫新仔生意人公瓜的即个帆船，洪准要对此地去淡水去载硫磺，航往新仔。即只帆船今仔日为公司装200包米。要送去互派驻伫鸡笼的人，阮含即个空瓜订约吼，因绝对保证会将即寡米载去到遐。迄个载去到倒位啊？载去鸡笼啦吼。奇怪，伊的船是红牌，要去对淡水载硫磺去新仔咧，即马佫讲伊。订约要甲米载去到遐是载去个，讲即只帆船今仔日为着要为公司装200包米送去派驻鸡笼的人，所以即只船到底是要去新仔，要载硫磺去新仔，还是要载200包米去鸡笼呢？看袂出来，毋知你写啥。好，迄个帕拉管理员吼 ，Jacob says 今仔日转来到遮，佫会记得昨昏读甲讲。伫个某物所在吼，即个因为拍死一个新仔人，甲头甲剁落来吼，好，所以甲即个帕拉管理员甲调转来吼，伊完全毋知迄个被杀的新仔人的代志，因此迄个谣言一定毋是真的，
毋过也命令政务员奥拉里奥，伊目前伫遮吼，要去伊的原住民遐要探听即个代志吼。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佛罗摩萨南边，载11个查甫，载有15担盐、8袋米。下晡阁有2块西北风，暗时约7点半，此地发生非常强烈的地动，并且慢慢持续真久。持续当然是我照文读的啦，大概袂讲持续啦，对不对？什么持续要安怎讲呢？持续不断，长流。长门是做生理顶的久长的持续。唉，这个四万来吼，台华南吼，做生理顶的久长持续安尼吼，叫做长门。长门的生理较长门，我查持续，无即个词。我查台语，对应中文持续、持续 ，embry 大英词典是持续，毋是拍者持续吼，持续。台华线顶是连续、小连续。东文捌听过，持续啊，或者是线顶媒体索引，台语讲细词讲直直。讲即个地动啦吼，豆拄则即寡词是啥？无一个好用的，持续连续。3连续吼，足久长门，无讲解释到。来，我查一下英文词典。华英大词典吼。The English last. Mm. 我即摆咧看因为 last 内底足侪词嘛吼，就是伫规则内底用的 last 足侪啦，但是目前无看到适合的。因为 last 是做动词使用。无咧，一堆无看到适合的。一大堆，但是真正无看到适合的。
对应英文 last。完全无。好啦，继续啦。5月27拜四，风甲天气拢相像无改变。今仔日有一只帆船对西南海来到遮，坐19个查甫甲一个查某人，再来32捆的绑、8担盐、2捆的粗纸、20袋米、25篮李啊。李子啦吼，李啊！今仔日伫佛罗摩萨议会里商讨一寡关系到淡水甲鸡笼的事务，详情请参阅决议录。5月28，拜五，上午即个城堡威严的法务议会开会，还是真热的天气。5月29，拜六，乌阴天。阮有听讲有一只细只诶，即个新仔人的帆船对马尼拉来到遮，来到即个港岛头前，后半夜对西南方透来迄个强风、疾风，是啥疾风？疾风吼，强风啦吼。透南着死呐，加雷声，也落一阵仔雨。5月30。礼拜日，有数丝的微风对南方吹来，早起搁继续落一寡雨。上次迄只马尼拉来的帆船今仔日来入港，再来300袋米、50袋小绿豆蔻、220担马尼拉的酥木、5担牛皮、100支水牛角、6担的红木、4担的白糖、140领绿皮、3担的蜡甲3罐油脂。长官阁下试咧对坐即只帆船来的新仔人遐探听，已经有一段时间对新仔人团内处对一项谣传，是毋是真实的？就是讲，澳门的葡萄牙人因为真惊吼，而且相信讲无偌久，荷兰公司就出兵去攻打因，因为因知影家己的力量无法度来对抗阮吼，所以因就甲和新仔所定的即个租用澳门的契约来移转互西班牙人，因安尼来选择，因为安尼对因两方面拢有好处，因拢伫咧共一个政府之下。此外，因也有共款的宗教信仰。即个谣传，该帆船的主管拢讲是无真实的，因完全无听到关系到即种。迄种契约的代志吼。2年前有一只加入船对马尼拉载一寡货物出航前往澳门，但是到今还未转来马尼拉2年啊呢。今仔日也有即种船来航往遐，并且已经转来。该船也无早什么特别的，无早转来特别的货物，也无早转来特别的消息。即只帆船伫途中经过20天。伫因对遐出航前来处地的约2个月前，也有一只帆船对遐出航要前来处地。船顶坐有2个西班牙人是自由行李人，和3个新仔人，其他拢是马尼拉的当地人啦吼。不过该帆船并无来到遮，即寡人相信讲该船若毋是遭难，一定是航往澳门去咯，因为澳门欠米。因就甲所在的米载去遐去趁钱。去年有2只大船对新西班牙，就是墨西哥啦吼，叫做新西班牙，到马尼拉，但是今年还无船对遐来。不过有定将会伫咧搁再来的6月或者是7月前来。马尼拉的状况依然是良好。以上是阮对即寡人所探听到主要内容。今仔日敬拜上帝日子。做了礼拜以后，长官阁下甲写予淡水的主管以及淡水议会的即个批啦吼，封起来交互新仔人公歌，以便伊帆船明仔载若是有合上帝旨意，会当行李处地前往遐，甲即张批内容，请参阅发信簿啊。
其中主要内容是命令因爱鼓励原住民提供木材，并且去了解因愿意以什么价数提供粮、甲房啊等等。有一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27个查甫甲6个妇人人，再来6男的女仔，还有其他的水果。5月31号拜一，乌阴天，中昼落一寡雨，因此长官阁下派人去北线尾沙洲涂骹吼种足侪即个野树，就是沙洲的地上啦，去种足侪野树含即个绿色的喜沙草。喜沙草会对主卡写讲是生长伫海边用来防沙的一种禾本科植物，叫做喜沙草，毋捌听过。希望讲安尼会当保护该沙洲，有保护该沙洲的即个效果。迄寡特派员又搁去坐伫遐，去收取德福龙区的土地证书。今仔日阮听讲，伫新港社有一个原住民被雷弹死，被雷讲死，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60个查甫，再有11054斤鹿仔肉，3191斤咸鱼，1162斤蚵仔，144斤鹿仔骹，600斤福尔摩沙丁。夜间又搁落雨，一直落到天光。5月结束。6月初2拜2，今仔日又搁去北线尾的海边种一批绿色的喜沙草，喜沙草啦吼，喜欢喜爱迄个喜沙草，含真侪野树。阮对这附近的少数收到书面报告，迄边状况良好，派驻伫遐的士兵情况嘛真好。今仔日有2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55个查甫，再有2000斤的鹿仔肉，6500斤的咸鱼，388斤的鹿骹。还是乌阴天，凉风对南方继续吹来，夜间落大雨，夹着雷声甲一个死人。6月初2拜3，即个台湾港岛影非常的大吼，微风由原是对南方吹来。阮听讲伫北线尾新种的即个喜沙草，甲所有的树仔拢被互即个阴起来大条吼，对地上冲走咯，像旧年所发生过的安尼。不过阮以后是要再继续试要种吼。下晡又搁落一寡雨，暗时嘛小上落雨。6月初3拜4，上午有一个新仔人流浪汉吼，因为偷摕物件被法官伫处地通常的刑场来鞭拍。台湾港岛也是影真大，要活中昼的时阵，对南方透起一阵的强风，并且落大雨，继续落规工。伫即个大阴的期间，今仔日领港员 Sig Peters 去测得即个港岛东北边的港口水深是11尺半。6月初4拜5，即个港岛影也是真大，大蒙又搁乌阴的天气，乌阴搁落雨的天气。上午，即个城堡通常的刑事法庭开庭，有2只帆船出航前往澎湖，坐42个查甫，再有432斤鹿仔肉，3100斤糖水。6月初5拜6，良好打扫的天气。早起，长官阁下渡往普罗宾西亚，坐船渡啦吼，提渡过去吼。提渡，等下查者提渡吼。伫咧上午9点钟就搁转来到台湾。好，来，为什么讲提渡呢？
T T H E 第一声哆 T O U 第7调，无手提哆了哦。好，无手，看嘛，我若用安尼查讲，昂哆，昂哆什么意思？翁仔4箍练长叫做昂哆，另外一个意思是个叫做偏见的本性吼。昂哆，我就感觉即个鬼词无甲伊适合。昂哆吼，哎，我看我找来个有昂哆，较好的鬼词 ，A N G 昂第3声哆 T O U 第7声。哦，这台语袂使用 T O U， 用 T O O， 这咩角？台语词典我那是咩咩角角吼，迄个线顶词典。昂哆，除了拄只台语大词典，另外是台湾语常用语类。昂哆，好来，咱来看例，伊敢若写例句，伊无解说。例文：伊真昂哆，无中伫，伊袂使伫。伊真昂哆，无中伫，伊袂使伫。即个例句，即嘛安尼讲吼，即十个讲台语，可能6、7个听无吼。无张弛是我嘛毋知要安怎解释。好来，我先看 OK。Marino 按度的解释是对应中文阴险，英文是 cunning、crafty、deceitful， 阴险吼。好来，台华线顶词典吼，按度小气、心地不良、阴毒、阴险、坏心眼，叫做暗度吼。教育部词典是心地不良吼，阴毒、阴险、坏心眼、坏心肠吼，就是暗度吼。这是我所知影的啦吼，讲暗度就是安尼啦吼。所以我拄则讲，台语大词典讲暗度。原来是即个姓网的解说共解说走蛇去。我看嘛，那是原文暗度，叫做希加米空加乖僻的根性吼。好了。为什么我会查对暗度啦？因为我要查梯度啦吼。梯度，无看咧呢。我应该用度，即个度字，汉字度字。汉字多，
鱼道、鱼道、怀道、引道、娘道、过道、官道、三道、城道、大道，就是无提道。好，无就无法度。若找台语咧，提道。好，找台语就有找着啦吼，足少诶吼。1895-1945日本时代东吴东语名累积，提督伊写称度，称就是称传迄个称吼，称度。伊无几说来，敢若讲册名是1905台湾职业名利类，提督就是专门咧提督，迄个安怎讲？专门咧告船啊，咧叫做提督啦吼。哦，台华线顶书店吼，就有对应着我们叫做百度吼。毋是即马迄个search的百度啦吼，是迄个百度船啊，安怎讲？哦，提督是即个意思啦吼，百度。哦，为什么读到遮远去？因为拄则读到讲中华国下吼，今仔日天气好嘛吼，中华国下道王 provincial 我就想到提督嘛吼。伫咧上午9点钟又搁转来到台湾，有一个罪犯是一个士兵，昨昏被法务议会判决，今仔日上午当众来宣判，但是无讲判啥物。美方数时内对南方出来，有2只篷船对西南沿岸来到遮。做72个查甫甲7个妇人人，再来193个铁蛙，45担盐，29包空眼布，450捆棒，3000倒遐，28支条啊，10捆的铁啊，50支油纸线，4袋小绿豆裤，3篮的重，300卡夹斯这卡夹斯进前都拢无翻译，毋知啥物件吼。含6篮的地米，即只船带来消息讲，官员郭姓爷现在带领强大的军队去野外扎营，要对付驻扎伫距离厦门3里路程的塔坦人，但是双方拢还未交锋，也拢无出击，因此呢，因双方到呾搁踮遐尚无建树也无建树。究竟将会如何演变？阮希望将来会有消息。有一个新仔人海贼，也就是海南岛的官吏，名叫做苏勒，汉字写苏赖利利啦厉害的利，利息迄个利苏利，一个海南岛的官吏名叫做苏利也是一个新仔海贼是塔坦人的朋友。伊已经有一段时间亲自带领真侪作战用的篷船来即方面的西南沿海来抢劫。最近伫咧南澳的下面被上述的郭姓爷的海军将官拄着其实是即个郭姓爷为此专程所派去遐的即个海军将官去拄着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丧失40只伊的篷船了后，就逃走了，彻底被对海上倾凿出去，倾倒出去倾凿出去。此事互着海商特别感到即个兴奋因为该海贼以早互舰内处地航道失去安全，互迄寡海商遭受着损失。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5个查甫，载有2725斤鹿仔肉、3900斤的咸鱼、1100斤福尔摩沙丁。也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小琉球，坐6个查甫，载35袋米。6月初6礼拜日，
也是好天和昨烧香敬拜上帝日子。8工前就已经摕到阮写予 Elsevier 先生的批信的希腊人空歌迄只芳船，今仔日才启程要坐龙淡水吼，8工前就摕到批，结果今仔日才要送批。该船载有下日的货物30担盐，223包鲜奶薰草，10担乌糖，30罐三酒，10罐阿拉酒，5袋小麦，2包空眼布，3篮糖线的番薯甲200袋米。6月初7拜一，真热的天气，透南风，暗时落雨。今仔日阮收到派驻比南的士官 Jacob Dusseldorp 对遐所写来四期本国月1号、本国月初1的一张批，是由一个士兵经由陆路送来，内容只敢若甲阮讲，今年东区的电话机已经伫咧5月15号伫遐举行特殊良好。来下底有写讲1655年5月15号伫咧比南所写的最近举行的东部电话机记述，就是有即篇啦有物件编号VOC 1213特殊良好，场面比严格搁较庄严，也互每一个人拢比永年搁较欢喜，而且还阁有5个新的村社来参加会议，并且拢个别来任命长老咯。现在迄边归顺的村社总数已经达到44社，其中包括着 Tarema 汉字只大南社Tarema 社的人，因有报一段时间叛乱，现在也来出席，并且答应要改革归顺。迄个比南的老酋长也阁为伊的后生踮咧遮受到温馨的招待礼，表示感谢。咱即样讲一个少年头家啦，少年酋长啦14号尔来遮拜带一群人，敢20几个人规阵来。迄边状况也是一切如意。今仔日特派员又去坐伫咧储地公司的庭院，并且收取 Horn 农区的农地的土地证书。今仔日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3个大埔，载有19500斤鹿仔肉、9785斤咸鱼、672斤蚵仔、750斤福尔摩沙的丁、707斤沙鱼油、150斤糖水。6月初8礼拜2，透早阮伫厝地感受到流仔有地动、冰静的天气，乌阴天。迄个台湾的领工员现在伫咧退劳的时阵呢，又搁去测量即个港道的水深，报告讲伫东北边是8尺半，伫东南边是9尺。迄寡特派员又去坐伫咧遐收取土地证书，要暗下落大雨，也对南透来强风，后半暝已经落雨雨，就落大雨啦。6月初9拜3，天好天咯，但是流仔有时阁会落雨。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澎湖，坐10个大埔，载有3袋米。6月10号拜4，那只慢。6月10号拜4，乌阴天，含昨烧香，有时会落雨，无要紧的代志。6月11拜5，上午即个城堡威严的法务议会开庭，天气也如同也是像昨昏。今仔水手长 Oak Peters 又搁去北线尾的海滩去海边然后去种实一批喜沙草和其他的野草。以前所种的，如顶头所捌讲过，已经被海水冲走流失。
有一个荷兰人的酋长名叫做Tabebol 哦，今仔日来福尔摩沙议会，以迄个地区原住民的名义请求讲，因为因遭遇到饥荒，请允准北上伫最近炸大量的米去因遐卖阮出在同情就同意即寡原住民的请求，也因此同意即寡北上会当较宽就是较慢来缴纳首期的罚金，以便因会当尽量较紧出发去遐。也允准即寡原住民伫因的农作物收获以前，因通常拍蜡所会当加进行一摆拍蜡就对了但是不得举行大规模的即个放火威胁就是放火去烧去围蜡啦围放火去围即个甲动物赶来拍蜡就对安尼啦一些威胁为祸不得举行大规模的放火威胁，以便因会当有鹿仔肉来交易米。也允准因伫作物收获的期间，成年人会当14天毋免上课就是去学校上课啦就是伫挂稻仔期间啦农作物伫收获期间囡仔包括着查甫囡仔甲查某囡仔，是每工拢会当半工放学，以便去参与帮忙因的父母收集签文等等的代志。详情请参阅今仔日的决议了。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嘛是爱斗遐丢伞斗遐丢伞就是因咧挂稻仔迄丢伞一撒一撒挂揢伫个因一撒一撒就是一幕一幕啦揢伫个即个田的涂骹阮来去甲掀起某去互你负责你伫个迄个机器桶你拍切的互伊去拍切安尼所以阮就是爱斗某丢伞啦阮拢斗某丢伞或者是斗遐丢伞同事看要用某遐拢会使好先查一下即个动词遐丢伞HIANN 第三声。无收，敢若倒送遐迄个台语大词典无收，我拄则讲的迄个意思，我感觉出台语。遐我目前看嘛是拢敢若有迄个养护，或者是向方向迄个向。结果竟然无呢？较早讲遐丢伞，结果无即个词但是即个词用足多，毋是敢若遐丢伞你甲伊领衫遐来互我遐。对啊，是 HIANN 对啊。好，毋知恁阁有人安尼讲的无我自细汉是有安尼讲的我查监理顶看有 HIANN， 但是足白话的字遐心遐腰遐后遐开遐老好，拄则讲到阮细汉的时阵爱遐丢伞爱斗遐丢伞，挂稻仔的时阵但是阮大人袂叫阮讲你请假来斗做农啦一般是安尼是
因为我要上课，所以毋免去遐着啥。可迄当阵特别想要去上课，毋是遐着啥。囡仔就惊做这个吼，因为规身躯足赤野嘛吼，赤野知啦吼，会痒会白安尼。赤野足恶杂的，就是赤野毋是干那迄种痒会白迄种，佮有迄种足恶杂的迄种心情吼，迄种感觉吼，叫做赤野。过来，查一下赤野。赤野 ，CHHIAH 迄款吼，我有该确定吼。野可能第8条。好，有收吼，我我摇着吼，第8赤野拢写着吼 ，CHHIH 啊，过来是第4条，过来是 IH 第8条吼。两个规则，一个是身躯袂爽快，第二个是心肝袂爽快。所以我拄则讲的两个拢有对吼，就是毋是干那身躯袂爽快的白会痒咧吼，佫有迄种恶杂的心情吼。所以你看，第一个就是无水身躯真赤野，第二个是你伫赤野啥物代志吼。啊，当然你两项拢甲做伙啦，就是讲去遐丢杀咯。毋若是身躯赤野吼，迄嘛是规个足恶杂的吼。好啊，即个词啊，细汉时定定咧用吼，尤其是你挂电话的时阵，即个词像挂电话是连做伙的吼。啊，伫咧即个40-50年后吼，伫咧书店来看着吼。好来，所以迄当阵赤野吼，惊去参与做事吼。都希望会当去上课吼。有啥啊？比如讲，一般挂电话其实是阮北部是两档安怎讲？早档甲一个晚档，是早档甲暗档吼，是暗档晚档我都袂记吼。两档挂两个修行嘛吼。啊，你若是早档是热天就是暑假放歇热的时阵，你挂电话啊。第二道修行敢是第二道修行，我都袂记啊吼。第二道修行10个迄当阵哟，奇怪，我真正歹势，我真正袂记吼。但是暑假是已经7-8个啊，无可能遮紧啊。我咧想怪怪吼。哦，有可能，因为过年前啦吼，过年前挂电话挂了，就迄田袂遂，爱阁等第2年的春天，差不多3-4个才开始布田了，3个的时阵吼。我记得迄当阵嘛，差不多要开学啊。要开学到3个月吧，2个对3个月先开学，啊，种落到6-7个3、4、5、6 4个月挂电话，啊，佫真紧着佫布田落，7、8、9、10，迄个8、9、10、12安尼吼，安尼差不多啦吼。啊，所以伫咧伫咧我要讲的就是讲伫暑假的时阵。有时啊，你挂电话，结果拄着个，譬如讲，今仔日爱去学校吼，返校日嘛，爱返校，哦，你就欢喜的，因为今仔日你免去遐着杀安尼吼。好，有3只帆船出航前拢是咱会坐145个查甫，再有15379斤陆阿爸，29706斤咸鱼2168斤。蚵仔3850斤，福尔摩沙的丁，2道毛仔830斤，油60斤，虾啊850斤，糖水。伫北山尾所有的即个草吼，种的草，伊阁比冲走。啊，即荷兰人是读较歹去晓呢，明知影会出好，6月12，明知影会叫海水冲走，啊，阁要去种。6月12，拜六。含以前相像落雨天气，
雾不停吼，落大雨了无停过吼。蜜蜂对人风车来，6月，所以啥？黄酸雨，有一个黄酸雨，敢毋才久？因为黄酸雨我甲印象中差5月吧。有一个鼓手着拍鼓的吼，已经有数次酒会的时阵呢，擅离岗位吼，擅自离开岗位啦吼。今仔日又阁无伫岗位上，因此呢，伊枪支吼，射经过伊的头壳顶来警摕来警告伊就对啦吼。张官阁下写一张批交互做军对避难来迄个士兵。算只老教就对啦，迄个拄则迄个拍鼓的吼，老教安尼。张官阁下写一张批交做军队避难来迄个士兵，早转去互派驻伫遐的士官 Jacob Dusseldorp 内容请参阅书信簿啊。6月13，早起甲日时拢小可有雨吼，天气真热，透南风。敬拜上帝日子，阮听讲，伫赤坎含新港的农地上，又搁开始出现一阵细阵的即个草莓啊！唉，看了是真恐怖。6月14拜日，即个港岛的水非常的大，影非常的大，大蒙天气炎热，早起搁落雨，迄寡特派员今仔日又去遐收取。某米农区吼，空白就无写着某米农区的土地证书。伊最近我嘛袂记，之前有讲起讲规定讲要去收啥物土地证书啦吼，要创啥嘛无讲吼。6月15拜二，共款的天气无改变，有4只澎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58查甫甲12个妇人人，再来67担的盐，78个完整的，甲40个一半的饭碗。饭鼎啦吼，5支条啊，107捆的绑5拿西南的鞋啊，85支油纸线，11道钉啊，16捆草尺，6拿的桃啊，4担白色的李啊，15拿粗大的杯啊，95捆的稻罐，10捆的粗纸，30担丝瓜，抑阁有。一只澎船对平湖来到遮，坐8个查甫，再来50担的丝瓜，甲一只牛。阮对上述来自西南沿海迄寡澎船的主要人物听到消息讲，官员国姓爷偌久以前，伊伫安海的士兵下令，要将迄遐要塞，就是城堡，以及伫安海遐小可内陆的即个托塔瓦汉。南信的要塞，即应该是2个地名啦吼，拢甲拆做避地来甲伊毁坏。即个命令也已经被彻底来执行咯。伫迄个过程中，袂少伊的士兵趁机会咧抢劫，摕走迄寡主要生意人的货物，无人敢反抗。根据上述即寡西南人所讲，因之所以要拆毁迄寡城堡，是因为塔坦人已经逼近迄寡要塞，而且军力非常强大。即寡所在，按照上述国姓爷的感觉，废置拢免不了会去互因抢去。现在毋免浪费，就会当厝内，抑阁会当得到，会当抢到物件吼。因为搁再内陆来撤退，无定伫遐比较会当好好啊来安营吼，巩固势力。因此呢，生意人就已经开始离开迄寡地方，逃难去咯。但确实如此，对公司将非常不利吼。意思讲，即个地形讲伊的军纪介歹吼，到底。行到底手到底就对了。6月16拜三，等下我看一下时间，出1分钟。1分钟即要读煞，可能有较困难，过就咱个读一下吼。
因为即工小可长吼。6月3日拜三透早真早，阮看见一只按照阮的看法吼，是荷兰船啦吼，对南方真远的所在航来，该船约了伫咧上午9点钟来到即个南平停船的所在趴定停船。阮看清楚咯，是一只加入船。为了要知影讲该船来自何处，加入是原文吼 ，GALJOOT 吼，我嘛毋知是啥物船吼。为了要知影讲该船来自何处，并且去摕批信来遮，伫外国下就派水手长 Ock 和台湾的领工员 Sic Peters 坐一只舢板去遐，也命令领工船航往遐。但是即只领工船因为即个港道用真大，还佫漏伫港内，流后落雨，下晡佫落一场大雨，微风轻微来对东吹来，要暗嘛上司 Ock。坐着上述迄只舢板，对迄只船带来好消息，讲迄只船是对巴达维亚来的加入船 Swartvoss 号，是该档快艇 Arnemunden 号、Swartenburg 号甲彼得船 Pelican 号伫咧5月15号对遐直接航来遮的，航来台湾遮。所在航母总计，但是241900号吨，有商品以及储备所需要各种的需用品，还佫有一只快艇。Veland 号已经伫咧3月10号航离巴达维亚，要经由马拉加航来储备，该船还未来。即只加入船航行到一个所在叫屌满草满吼，屌满原文是 Polo Diamant 吼，屌满。讲即只船航行到屌满的时阵，还佫和上述其他的船只斗阵，伫咧。空白毋知几工前吼，对遐先航行来遮吼，伊一路拢无拄着暴风雨。阮现在也收到巴达维亚因国下所寄来一般的书信，来对批你知影讲，除了彼得船 Valk 号甲航船日兰迪亚号以外，顶一季对遮所派出去的公司的迄8只船吼，派去巴达维亚的含派去。Coromandel 的吼，拢已经平安顺利到位咯吼。派去波斯甲苏拉塔的含班格拉孟加拉吼，含班格拉拢也有了，拢会平安到位。愿上帝带领因顺利到位。巴达维亚国下对阮，就总督国下。对阮所寄去遐的书信，感觉上即个无意思的吼，就是听到处地萧条的无益吼，感觉足亚线就对啦吼，受到这种话感觉足亚线，上亚线的是听到讲生理做了歹吼。不过如果留我为着顺从生理人的作风，无益也是有希望来改善。彼得船。在你写啥？彼得船 Trout 号已经伫咧5月10号对巴达维亚出航，要经由暹罗王国前往日本。所在航母总计但是90这是安怎？我看无91万号吨。伊咧飘点黑白飘，我看无吼。901，83点15点15安尼，这是我是要怎读啊？还佫会派船载佫较侪航母军队因去遐，去日本遐啦吼。迄时商务员 Johannes Bochejong 也要出发去日本接替 Leonard Winix 伫遐的职务。即个 Johannes Bochejong 伊下底注脚咱看者吼，伊是以助理的身份，伫1641年做 Maria de Medicis 号出国。1646年，伊是下属商务员。1650年，以商务员身份担任出岛商馆的主管。然后，佫伫咧佛罗摩萨停留过一段时间。1655年，就即嘛升任上级商务员，再度要去出岛担任3年的主管。所以，即道就是因为要去接替即个出岛的即个上级商务员的职务。
顶头佫2个注卡，我看卖是啥物？这无重要，难过。好来，日志继续看咧吼。真有可能将个一段时间袂阁再派船载货去东京，东京是越南吼，因为伫遐个公司商管现在拢无利润会当趁吼。不过对此也未做最后决定，因为还阁继续咧听候着旁船伊咱伫遐号，即寡上述先行来遮个船只将会载100个军人来互阮。如果迄边个状况若符合，以后还阁会派共款遮尔侪人数的军人来，但是袂当派来阮遮，但是袂当派阮所要求的即个人数啦吼。共款，因目前也只敢会当对遐派一位牧师来，名叫做 Marcus Marcius， 会对注脚看者吼。Marcus Marcius， 阿伯浩森的人，牧师，伊是伫2月8号坐斯瓦滕布尔号到巴达比亚港湾，然后坐港机仔船前往佛罗摩萨。到台湾无偌久，1655年6月，就被派去淡水甲贵人，1661年坐快艇 Graveland 号倒离开贵人，闪过郑成功的军队吼，就是咱知嘛，我讲过遍，就是讲四线伫若是野城堡以外的荷兰人，其实是若掠着拢刣就对啦吼，所以其实因真正是足匆匆忙忙吼，会当走，会当逃的，会当闪的，会当避的吼，拢四散去吼。所以另外就有诶像这对贵人倒离开贵人，毋知走去佗啦吼，你准做毋知去佗吼。1661年12月，经由那加萨奇转去巴达比亚，应该走去日本啦吼。一直到1706年过身，伊伫咧班达吼，班达是印尼的一个叫香料群岛吼，伫咧芳寮群岛遐一个岛。科进伊伫班达、科进甲锡兰吼，锡兰担任牧师吼。所以荷兰人毋是讲离开台湾就故事结束吼，其实因伫印尼的殖民吼，一直持续。因伫印尼殖民才几百年，我袂记啊。好，读较对吼，讲共款，因目前嘛，干来会派一位牧师，名叫做 Marcus Marcius， 吼，伊已经伫咧前来处队上水迄个船只顶头。伊是一个善良又虔诚的人，也将会派1、2个优秀的教师军队前来处队。今年对巴达比亚派3批船队，转去祖国，总共有14只船，有大船、皮底船甲快艇，所在航母总价值2846145毫吨。愿上帝带领因拢平安转去到阮的海港，国会家己的地方。最近对祖国来到巴达比亚迄寡船只的主管报告讲，由司令官 Peter Camp 阁下所带领即个所率领去顶一次迄寡归国人船队已经平安转到荷兰。会对注脚第5，物件变好。为此呢，阮必须永远感谢万军的耶和华吼。万军之神啦吼，万军的耶和华。即张批所写的其他的要点，阮不在此，就是即张批所写的其他的要点，即张批是啥？即张批是啥物批啊？即张批就是拄则讲迄个奥克对坐舢板去迄只大仙教迄只船所摕到的批啦吼。即张批所写其他要点，阮就无会搁直接去讲吼。干那简短来互好闲的读者了解知影伊的要旨。规工拢乌云夜天吼，前半暝听到远的所在有几声真大的雷声。好，这是6月16吼，看到咱祖国荷兰的船吼，平安转到荷兰趁着大钱吼，心内诚欢喜。所以今仔日读了袂爱困，所以加读3分钟。好。
好啦，感谢各位，我看遮有笔记无？爱困的时阵读足慢的，读足少的。兄，我拍毋对啦吼，HIANNH 吼，所以搁一个 H 吼，我之前讲过吼，讲即个我第三声甲第四声一样是分袂出来吼。毋是干那我啦，我相信是阮讲即个讲即个 Q 调的吼，拢会有即个问题。然后第三声、第四声太接近的，阮到阮根本就无法度分出讲啥物是第三声，啥物是第四声安尼吼。HIANNH， 你较早家己去查我查者吼，我足想要知影即个阮较早兄丢啥即个兄哩。HIANNH。HIANNH 兄吼，第四声，HIANNH 兄，第二个吼，第一个是着惊吼，兄一个吼，伊毋是讲这第二个用协下业咧行吼，业伫咧即个协下业咧行吼。兄丢杀吼，所以你嘛理解吼。阮较早迄丢杀就是囡仔嘛吼，迄猪仔是挂起来差不多对囡仔对囡仔来讲是差不多半人悬吼。所以要夹伫咧协下嘛吼，安尼兄吼，双手兄吼，啊，会袂溜诶所在夹伫咧协下嘛吼，这就是兄吼。第二个是物件诶组数。第一个动词所体物件助数词，所以一项两项吼。好，除了项猪仔、项猪杀，佫会当项衫、项被吼、项子吼、项衫、项被、项子我较毋捌听啦，项被、项衫会知啦吼。一项茶，两项摊啊吼，所以就是原来会当用来做单位用吼。第三是买纺织品等等，叫做项布，这我都毋捌用过。好，来，兄弟吼，感谢大理大词典，甲我细汉所用的词吼，解说甲遮清楚着。无其实吼就遮久无用啊，其实根本袂记啊吼。好，感谢各位。所以必须迄个动作是要这个夹在腋下这样。我较早兄丢杀是夹在腋下无毋对啦吼。啊，你若无夹在腋下，敢袂通叫做兄？敢袂使，敢若有听过。嘛是会使，我感觉嘛是会使。阮讲兄衫，啊你迄领衫兄来有我吼，其实无一定讲你迄个夹在腋下嘛，一领衫你吼，就是甲你摕过来安尼尔啦吼。嘿，所以要都知影啦，讲。兄是差不多即个动作，但是兄子，兄皮皮较大领，所以你一定爱夹在腋下吼。当然嘛无一定啦吼，但是你夹在腋下，你着两手爱合握来去摕啦吼。即个动作我较确定，就是讲你若无两手，敢若用一手叫做摕，两手叫做兄，应该是安尼啦吼。我感觉啦。好，无咱来看一下即个词台语吼 ，HIANNH 吼，第四声吼。我看阁有其他，因为我看 Embry 安怎解释，或者是对应的英文是安怎讲。甘为林台语就甘字典吼，手向开，手天开的意思。兄三头兄一大兄吼，伊无解释啦吼。台理大词典就拄则讲的啊。台湾白话基础语句吼，1956年台湾白话基础语句，我毋知即本是啥物吼。伊就写对应中文 take 拿带拿吼，对应英文就 to carry clothes 吼，兄三。所以你早 carry clothes 会当用兄，但是无一定讲你遐囥伫遐下。我知影讲摕衫吼，
就含咧安尼讲，拢讲啊，你甲遐衫遐来我。所以这个动词是用来用遐衫、遐抱、遐即物、芳即物啦吼，是足时常咧用吼，吼。or a mosquito net 哦，网打呢，遐一粒网打 quilts 嘛是差不多是棉被迄个意思吼。所以即种物件就是用遐吼。过来我看嘛，1957年台湾语常用语类。遐，伊我看2个规则，第一个是遐衫，直接甲你讲遐衫，伊讲是上衣的斜下抱，哦，这日文啦吼，就是斜下上衣抱在斜下，安尼叫做遐衫吼。批遐出去拍吼，批遐出去拍，批遮大领你无可能一手啦吼，当然一手嘛会使啦，就批遐出去拍的迄个动作吼。OK， 第二个是遐一匹地百影，这啥物物件我都看无。啊，我知影，因为因为呢，拍摄我讲很好啊，就是它因为它布类，它材质的关系会有点折下来，所以看起来那个动作很像夹的或是披着之类的。可能啦，嘿。但是我印象中吼。就是讲遐即类的吼，遐衫、遐袍即种是用遐，就时常啦吼。啊，所以 embry， 拄则嘛，一直会想，我想起我以前阿嬷讲，敢若有听伊讲过遐衫即个。嘿嘿 ，embry 大英词典吼，伊是安尼写，伊讲，就是对应中文的 take， 对应英文的 carry， 或者是 bring， 啊后壁我好写讲。bring of clothes or clothes， 就是遐啥物，特别是遐布类织物衫，即类的拢用遐哩较侪吼。OK， 过来相款吼 ，Mary No 嘛是拢相款，就是 carry clothes 吼 ，carry clothing quilt blanket or by hand 吼，所以你就知影要摕即寡物件用遐，即字足好用的吼，安尼。了解吼，好，了解，好，安尼今仔日读到遮，吼，感谢上帝，今仔日拢，今仔拢袂爱困啊，感谢上帝。好，咱今仔拜，明仔载休困吼，好，明仔载休困，后日再继续吼，好，好，感谢大家。